以前我们客家人就喜欢把这个金莲鞋小鞋子放在床头，就放床头。床头的话，他们说，夫妻感情好，他们就会早生贵子。曾经吸引不少新婚夫妻来探寻。小巧的金莲鞋被赋予讨喜吉利的含义，也是很多年长者的共同记忆。前奏没有一样，没有一样哈，没有这么漂亮。这里唯独高龄92岁的阿婆儿时见过裹小脚。一群妈妈们对鞋子特别有感情，是因为历经过瓶颈年代，女人粗工细活都得做，简直有双万能手。家人的衣服鞋子都是慈母手中线，一手包办。以前我们也是小脚，也是妈妈自己做，那还不是用这些这么漂亮的布，就是家里穿不要的那个衣服哈，比较破了不能穿了，就把它捡起来。妈妈自己做给我过年来穿了。然后一双鞋3代情，母亲总会追忆着那些情景，触发彭祖妹制作金莲鞋的念头。后菜给来张有结婚夜啊，就因为他你才有今天，懂感情，好感人哦，对不对？家里经营布庄，懂得打板之一。彭祖妹从剪裁加上内里模子，自己摸索制作。鞋子两脚要对花色，她仔细端详，毫不轻忽。之后还要上浆、晒干，再手工缝制。小小一双金莲鞋，刚开始一天只能做1双。你不要常常看这一双，我要跟它撑起来，蓬蓬的，要弄起来。这个缝还有就时间就很长啦，你要跟它转过来，钉这个一圈。后来也教社区里的妇女们一起做，金莲鞋成了关西东兴社区的特色，思亲之情也转为祝福的意涵传递出去。准备上课喽，你学会了吗？好彩记爱长有根本人，懂感情。好彩记爱长有根本人，懂感情。谢谢宗仪老师。